大家好，好耐冇見啦！今次台灣嘅旅程會去桃園同埋台北兩個地方，飛機呢就揀咗搭星宇航空。機組人員好貼心咁幫我哋安排咗最前排嘅位置，更加闊落之餘，上落機亦都更加方便。呢張凳雖然我冇展示到出嚟，但係其實頭靠呢個位係可以再升高嘅。咁對於一啲比較高嘅人嚟講，就唔使擔心頂住個背脊啦。然後呢個腰枕亦都好多人話正，不過呢樣嘢我就評價唔到啦。但係整體嚟講，我都覺得坐得好舒服嘅。然後有樣嘢對於我嚟講都比較新奇，就係呢度嘅安全廣播唔係由空姐肉身展示嘅，而係改咗仲用電視播動畫嘅形式播俾大家睇。咁用動畫喺某程度上其實仲容易理解啦。我自己都幾中意呢個改變㗎。飛機餐就中規中矩咁樣啦，唔係話特別好食嗰隻。咁我就想喺落機之前同大家分享返一個資訊。如果出咗機場之後係想坐桃園捷運嘅輪椅朋友，就要注意返佢哋係冇斜板可以提供嘅。由於月台嘅間隙都係比較闊啦，可以參考返呢一篇舊新聞嘅圖片。雖然站務員會建議你用後轆入先，但係由於我部輪椅係屬於超輕巧型啦，後轆係細啲，倒車嘅馬力亦都唔夠，所以就出現咗好狼狽嘅情況。就希望有睇到呢個分享嘅朋友可以留意返，預防類似嘅事發生。不過如果係手推輪椅或者大型電動輪椅就一定唔會有問題嘅，就可以忽略返呢一點啦。介紹一下今次喺桃園住嘅就係呢間和日飯店。首先佢嘅地點非常之好啦，旁邊呢個置地廣場裏邊已經有好多好嘢食，又有水族館同埋旗艦戲院可以去玩。而隔離就係Outlet，同時亦都連接住高鐵站同埋捷運站，好方便。住喺呢度嘅時候，好自然就會有一種好放鬆嘅度假感覺。咁最重要當然就係間房啦。嗱，而家 show 出嚟嘅價錢就係當時24年12月嘅價錢。咁根據唔同日子都會有所調整㗎啦。廁所嘅空間好大，輪椅碌入嚟梳洗都完全夠晒。台灣嘅10坪即係香港330尺左右啦，相當於一個普通住宅單位㗎啦。而且呢一間只係最基本嘅房型，仲可以有其他更大嘅選擇。間酒店因為同 X Park 水族館聯動啊，所以顏色同埋佈置都以海洋世界作為主題。呢一張梳化仲可以拉開變梳化床，所以3個人入嚟住都得。景觀亦都好開揚。今次我哋揀到呢間酒店同埋房，都令我哋好滿意。以同樣嘅價錢水平嚟比較嘅話，我覺得佢係值得優先考慮嘅選擇。咁我哋落到嚟酒店2樓大堂，外面呢度呢就係置地廣場啦，而 X Park 水族館就喺呢度左轉就到㗎啦，係咪好方便呢？呢個水族館來頭都唔細㗎，佢係由橫濱八景島所設立，而八景島就係日本其中一個最出名、最大，亦都係我個人非常中意嘅水族館，所以今次嚟到，我對佢嘅內容都好期待㗎。過咗入口就會見到一個非常之吸睛嘅特大水缸，咁水族館當然就唔少得佢啦。呢度總共有3層，有成13個展區咁多。咁由呢度開始就可以根據返自己嘅喜好安排路線啦。呢一區呢，我哋係停留得最耐嘅。雖然呢個缸就冇咩佈置，但係裏面有好多條紅魚，喺其他水族館好少見到咁多集中埋一齊嘅。而最特別嘅係佢哋會主動走過嚟同我互動，所以不知不覺間就喺度睇咗好耐。
这里边是哪里的？这个蓝的很像哪里？你看，海豹區係另外一個令我印象深刻嘅地方。360度嘅水缸設計，唔單止好方便遊客觀賞，亦都好適合影相打卡。咁水族館仲有好多其他展區，就留翻俾大家嚟嘅時候自己探索啦。我誠意推薦呢個地方，相信嚟到嘅人絕對唔會失望嘅。過一條橋就會去到華泰名品城。起初我諗住桃園都唔係一個熱門旅遊點啦，所以個歐麗應該都會幾冷清嘅。點知嚟到就完全相反，每間鋪都逼滿晒人。我哋影嘅呢一日係週末嚟嘅，直到啲鋪頭閂門都依然好多人。我哋之後平日再去就好多啦。咁簡單介紹翻啦，呢度基本上熟悉嘅牌子都有齊㗎啦。不過大部分嘅店其實折扣都唔多，但係點解咁熱鬧呢？有一位攤檔老闆話俾我哋聽，原來因為桃園人唔係太多地方買嘢同埋消遣嘅啫，一到假日都會集中晒喺某幾個地方㗎啦。那龍蝦的部分，等一下會幫你們做處理，其實海鮮再麻煩趁熱吃。那蛋菜如果中間有點類似像海草類的東西，它是正常的，記得先幫我把它放起來再吃哦。以前都未試過喺歐力樓度啲鋪頭閂晒門，而呢度因為黐住酒店，所以食完飯仲可以咁樣散下步，感覺都幾好。可以見到呢度仲有好多呢種小攤檔，日頭多人嘅時候氣氛真係好好，真係估唔到呢個歐力原來咁熱鬧。The next day， 今日就嚟到布心牧場，呢度就只能夠揸車或者的士先嚟得到嘅啫。不過喺台灣，就算係遊客，用 app 叫車都好方便。如果有唔清楚或者想了解多啲，都歡迎喺度留言查詢翻㗎。咁我哋今次主要就係為咗呢個互動體驗區而嚟嘅。呢度可以同大量嘅水豚同埋羊駝零距離接觸，而且園區裏面全部都係平路，輪椅亦都可以放心喺度行啦。首先嚟到就係呢個羊嘅區域。咁佢哋就比較進擊啦，不過都唔會攻擊人嘅，冷靜啲就得㗎啦。快速經過羊區之後，就嚟到水豚區啦。相比之下，水豚就冷靜好多。而家好多 cafe 啊同埋動物園都會以水豚作為賣點，但係嗰啲地方通常都會有啲限制嘅。而呢度就可以任意摸同埋影相，而且數量好多，大細都有。每一個遊客都可以 mark 翻一隻，慢慢打卡同埋餵嘢食，可以話係水豚迷必到嘅景點啊！佢好慘啊！點解要畫喺度？呢度又嚟啦，好恐怖啊！呢個園區。哇！咁接住就係羊駝嘅區域啦。雖然佢哋有時好似好激進咁，但其實佢哋大多數時間都係懶懶閒咁樣嘅，只係有時候見到食物就會太過亢奮。不過都好過完全冇人啦。係啊，呢隻好可愛。冇啦，你望咩啫？但係如果真係驚嘅話，都可以去返外面嗰度睇嘅，睇下佢哋個樣即刻溫順幾多。呢塊板上面寫咗牧場一啲活動嘅表演時間，有個幾有趣嘅活動就係賽金豬啦，可以喺呢度揀你嘅心水號碼，揀啱又被抽中嘅人就可以獲得小紀念品一份。喺比賽開始之前仲會有個趕羊 show 添，見到對面好多呢種電動車，全部都係可以租嘅，因為成個園區其實好大嘅。
如果再深入啲，其實都有多啲景點可以參觀。不過呢一日大風又有啲雨，所以我哋就冇行晒啦。接着來到下坡處，來到我們的第二關好漢小山坡，目前跑在最前面是我們的綠色2號。接着來到下坡處，看看是誰被超越。接着來到第二關好漢小山坡，跑到山頂剛剛是我。跑完佢哋就返屋企啦，我哋亦都準備離開。祝各位遊園愉快。The next day， 今日就會去大溪老街同埋慈湖。交通方面就揀咗一個最經濟嘅方法，就係搭巴士啦。而家就位於高鐵站隔離嘅巴士總站，喺呢度可以揾到台灣好行嘅巴士。呢架係專門為遊客而設嘅一條巴士線，有輪椅座位。如果有時想慳啲包車錢嘅話，可以喺返呢度去嘅官網參考一下。車費就係一般搭巴士嘅價錢。咁呢個就係官網啦，可以見到有去台灣唔同縣市嘅景點，唔算得話非常多。不過對於坐輪椅嚟講，至少已經多咗一個選項去解決交通問題。可以將啲比較偏僻嘅景點列入返考慮範圍，而呢一條就係我哋今日會坐嘅線啦。但係要注意返，唔係每條線都有輪椅位嘅喎。而詳情就可以去呢個專門提供無障礙資訊嘅頁面，揾返各種相關嘅資訊。佢哋啲車嘅外觀同普通巴士都會有啲區別嘅喎，車身係會見到台灣好行嘅 logo， 唔好認錯啊！咁啱就見到我哋酒店嘅接駁車過咗嚟，咁一般住客就可以搭佢過嚟高鐵站啦，就會更加方便啦。不過我哋行路過嚟都好近啫，10分鐘左右就可以嚟到。一落車喺老街嘅入口買返個古早味肉包先。依家香港已經揾唔返呢種風味㗎啦。大部分台灣老街主要都係賣一啲懷舊同埋手工嘅嘢，而呢一條大溪老街亦都唔例外。條街嘅話，兩邊嘅鋪頭其實輪椅都唔係咁方便入得到。所以我都只係睇下街上面啲攤檔啊，或者喺門口走馬看花，又或者食下嘢咁。呢度嘅主要特色就係街道上面保存落嚟嘅建築物，佢係融合咗閩南傳統裝飾同埋喺日治時期嘅巴洛克風格。咁我哋都係嚟主要睇下呢啲嘢嘅啫。但係最後喺度都有所收穫，就係發現咗原來好食嘅老豆乾係真係好好食嘅喎，亦都令我又愛上咗多一樣台灣食物。行到街尾就會嚟到大溪橋，條橋亦都係用咗巴洛克建築風格去起嘅，係一個影相打卡睇風景嘅好地方。2017年政府為咗完善呢區嘅無障礙配套，仲起咗部 lift 可以直接落到去添。只可惜好不幸地咁啱今日維修，而其他路都係樓梯，所以今日我就注定冇辦法落去啦。轉個頭，我哋就嚟到慈湖啦。其實呢個本來係後備 plan 嚟嘅，原本嘅行程係打算去參觀李騰芳古宅，因為以前都未去過台灣睇呢啲好舊嘅大宅啦，都想去睇下。
點知去到先發現嗰日原來撞啱又係公休喎。呢一日真係要唱返首連環不幸事件先得。連環錯愛，有誰救我不幸？講返慈湖呢個地方，其實佢就係一個紀念台灣總統蔣介石先生嘅公園，而佢嘅陵寢亦都喺呢一度。喺近門口嘅位置就係一個有好多佢嘅雕像嘅紀念公園。咁整體嚟講，呢度就唔係一個會有好多嘢睇嘅景點啦。但係畢竟呢度係一個風水寶地，當嚟吸收下靈氣都唔錯㗎。經過一條散步道之後，就會嚟到陵寢㗎啦。咁陵寢就冇對外開放嘅，只可以嚟到門口。不過每小時就會有一個衛兵交接儀式，而我哋難得嚟到，就梗係要較啱時間欣賞下啦。咁今次桃園嘅行程嚟到呢度就完啦，下一集將會出發去北投，繼續今次台灣嘅行程。希望大家都會鍾意今次嘅分享啦，下集再見。